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飛達的執行長黃仁勳，這屆來台灣大約2禮拜的時間，早起已經坐無人機離開台灣飛到南韓了。黃仁勳講，真歡喜看到台灣的成功甲經濟成長。另外，伊講有真濟人會甲討簽名，但是最近有人轉賣伊的簽名，引發到爭議。講這個簽名賣超過1000塊，甚至一個藍牙的喇叭是開價2萬塊。飛達執行長黃仁勳今日透早出現在松山機場，心情介好，閣掛真濟第4首歌發予現場送給媒體。伊飛到南韓進前，同款新聞台灣。I heard that in the first quarter, Taiwan's GDP was 14%. So I'm very, very happy to see all the success and all the growth here in Taiwan and all of my partners doing so well. 簽盤簽佇咧錢頂面，面對民眾想要簽名，伊攏服務甲真周至。有民眾佇咧網絡開價2萬，賣2026 Computex 黃仁勳簽名的藍牙喇叭，叫網友即期同品牌甚至小上的藍牙喇叭唔免500，啊那藍牙喇叭唱歌組個麥克嘛，敢若1100倍，轉賣40倍的差價，引起爭議。賣給你，你會不會買？不會啊，不會。那如果正好碰到，會請他簽嗎？會，但我不會拿鈔票給他簽。那你會拿什麼給他簽？我會拿顯卡，我會想要拿來做圖利，或是拿來不管是轉賣或是收購，我都不會想做這件事。都不會想。為要求簽名加持過了後，加展覽盒仔賣要3000，簽名過相片賣超過1000多塊，為一張花3600的介紹。I'm signing so many baseballs. I'm not a baseball player. 去年黃仁勳來台灣簽野球時陣，佮反覆袂當賣錢用，會當送予爸爸媽媽。想袂到有人用超過31倍計數賣掉，有影錢是人的膽，有錢就逐項講。